镜头转来，国内有游客去住台南一间民宿，房间煞营业，阁有臭扑。业者虽然有回实咧讲会改进，不过市府表示，若确定业者无维护环境，会依法来处分。一间天棚壁甲拢生菇，面床顶的西网拢焦土粉。有游客找到开一人2000，住入去台南中西区某一间民宿的4人房，入去就闻到臭腐味真重，一间拢生菇，看水的嘛拢焦土粉，气甲大上网讲甲宣传的相片差伤济。比较脏乱有味道的，我觉得都不行。看到就会觉得全身痒痒的，然后很奇怪。民众认为卫生会影响大的意愿，这间民宿伫网络顶不只有名声，业者10月出来回实咧，坦白讲是房间伤湿，才会生菇，会检查佮改善。房间里面有放除湿机，但浴室就没有放。后续一定会马上改进改善，就是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，提供给以后来的民众一个更好的住宿品质。旅馆环境卫生无好，算了无欢喜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依照民宿管理办法，业者有义务维护旅馆的环境清气。拄到类似状况，一旦向市政府检举，管理局嘛无定期检查。民宿均会办理定期及不定期的联合稽查。如有违反相关法令规定，则要求限期改善；如未限期改善者，则依发展观光条例予以开单告发。除了检举，市政府提醒，若是旅客因为安尼甲业者有退房才消费纠纷，嘛会当翕相搜查证据了后，向消保官申诉，由消保官协助双方来协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